有300年历史的台南庙市万里万年殿，最近为着吸引少年的信众，特别以贴插角啊设计一个缩小版本的王船，吸引民众的关注。这阵民众主文超过1000组，是非常的抢视。古早味又搁典雅的王船，距今已经有300年的历史。而现在这个古船嘛，成为台南南区万里万年殿推出的王船插贴的范本。详细看，王船插贴啊，唔但外观、颜色拢同款，就连小所在，像是装订、电线器，甚至是神桥，拢做甲真有路。这个王船插贴的模型消息一出，嘛吸引民众来抢购。这个是这里只有它有的，就是这个庙专属的，觉得很特别，所以独家想要拥有。我们湾里人的话，对于翁牙公都算可以算是还蛮注重的啊。对于神明的距离感的话，感觉比较遥远。可是积木跟我们很接近，对，比较通俗、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传播这个文化。台南南区万里万年殿主要是拜岳府、朱府、李府三府千岁。现在尊奉的2艘古王船，嘛是万里社区宗教文化信仰中心。而每12档都会举办一处的5条王桥，建议举办无烧王船的王桥闻名，嘛是因为在地的特色。庙方为了吸引少年族群，特别请厂商规模来制作。本地是700几地啦，要手增加到900几地。啊，阮有哪想讲，会当用这个乐高王船，啊，有哪推出讲阮万年殿，哦，阮的特色就是伫迄个阮的王船。庙方强调，王船插贴啊是以真正的比例落去打造，船身到配件每一个细节拢兼顾，互民众伫咧斗这个插贴的时阵，会当欣赏古王船之水，甲传统宗教文化，是真适合收藏的文创商品。推出以来，询问度是真悬，销路嘛相当袂歹。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。